真係太多，我覺得即係，但係今日我唔可以話即係啲官員唔想做好啲或者唔努力，但係你哋唔係用一個人嘅角度去考慮，你哋都係喺冷氣房，係一個學術嘅文字上嘅水平去理解而家個服務嘅需要，即係太過唔到肉。我都即係唔知點樣先令到你哋明白呢啲老人家個困境。即係嗱，就算一個好簡單嘅情況，一個老人家可能跌親，可能有要入院，佢出院啦，出院屋企照顧唔到，咁點樣呢？咁頭先其中一個例子就喺院度對唔住啊，你出咗院之後，我哋再同你排呢個統一評估機制。點解要咁樣呢？點解喺院度又話嗱啲醫管局又話一定做一個所謂離院計劃咁？離咩院計劃？即係離院計劃，即係去入私院計劃啫嘛。咁有咩意思啊？點解要逼啲老人家去啲私院度呢？咁你入咗去咁搞掂啦，又搞掂一個個案，然後佢就喺嗰度等死。即係點解我哋香港嗰啲安老服務同埋我哋成個長期護理係做成咁樣嘅呢？其實整個服務、整個政策係需要檢討嘅。你而家一味就拖話安老方案，呢個至低限度2年後啦。咁而家啲老人家點呢？你譬如話而家康復嗰邊啊，有幾個新嘅嘢啦，嚴重家居啦，關愛又常規化啦，地區支援中心又加呢個咩個案管理，3個系統3個個案管理喎。個案管理想唔想俾佢哋回答下？佢都答唔到，因為個案管理我都覺得係冇可能會3個制度噶嘛，有冇搞錯啊？淨係康復底下有3套個案管理，仲未計精神健康嗰部分，即係笑死人啦！如果我哋出去俾其他國家睇到，我哋淨係喺康復服務有4套個案管理制度嘅，真係人哋笑到碌碌地啊！個案管理就係唔要呢啲咁嘅罅隙啊嘛！即係我真係唔明今天啲官員諗乜嘢㗎，佢識唔識㗎？我估